改善人際關係的是重生態人際關係，是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，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態度和文面，更需要一種真誠的心態。以下是4種重要的心態。建構作為社會動物，我們的生活離不開與他人的關係，這些關係對我們的幸福和生活質量有着巨大的影響。維持良好嘅人際關係需要嘅不僅僅是形式上嘅行為或外表，係需要真正嘅心態。以下是4種重要嘅心態，這些心態將幫助我們建立更好嘅人際關係，過上更幸福嘅生活。人際關係為我們提供情緒穩定和社會支持，就對我們的整體健康大有裨益。首先，要熱身與人交往時，不要拘謹，要真誠熱身。對方感受到嘅真實感會增加關係的深度，熱切的態度會給對方帶來信任，而信任係人際關係的基礎。例如，當朋友遇到困難時，你真心實意地想要幫助他，這對他來說意義重大。真誠不僅僅是一種義務感，它還體現了對對方真正的關心和喜愛。其次，要真誠真心，不要虛假，要真誠。真誠係建立信任的基礎，而信任係任何關係的基礎。真誠會向對方傳達你嘅真實想法，從而使關係更加牢固。例如，在工作中向同事提出真誠嘅建議，對該同事非常有幫助。真誠是一個重要嘅因素，它向對方表明你真的關心他和他。第三，興趣關心，你需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，而不是無動於衷。關注對方的意願而行係尊重對方嘅第一步。表現出興趣會向對方傳達一個信息，你關心他和他。例如，對家人的日常生活感興趣，會打大家長你們之間的聯繫。關注意味住理解對方嘅感受和需求，並採取相應的行動。第四，散心，你應該摒棄這個自身，以散心成事。散心傳遞正能量，讓人際關係更健康。散心把自己的正能量傳遞給對方，讓人際關係更溫暖。例如，隨意散心給朋友提建議，會讓朋友感到非常欣慰。美好的心靈會對對方產生積極的影響，這對提高人際關係的質量起着重要嘅作用。第五，親情愛心，愛而不是恨，係解決所有衝突的關鍵，也是維繫人際關係的動力。充滿愛會向對方傳遞你的溫暖，從而加深彼此的關係。例如，用愛來解決家庭衝突，對加強家庭紐帶大有裨益。愛是向對方表明你真正關心他的重要因素。第六，小心謹慎操心，你應該小心謹慎，避免做錯事或犯錯誤。小心謹慎會讓對方信任你，幫助你少犯錯誤。小心謹慎會把你的謹慎傳達給對方，從而使雙方的關係更加牢固。例如，當你在工作中與同事共事時，謹慎的行為會大大增強同事對你嘅信任。謹慎係一個重要因素，佢能向對方表明你對他或他的尊重。第七，欣賞人生，你應該以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對待錯誤或過失。寬容和原諒是關係更加牢固的要素。不近人情會向對方傳達你的寬容，從而使關係更加溫暖。例如，原諒朋友的錯誤，對加深你與朋友的關係大有裨益。慷慨是一個重要因素，它能向對方表明你理解他。第八，陪審團備身，你應該先給予對方讓步，對待好的事情先考慮周全。考慮周全會讓對方感到被尊重，從而加深彼此的關係。體貼能讓對方感受到你的關心，從而溫暖彼此的關係。例如，用關心嚟解決家庭矛盾，對加強家庭紐帶大有裨益。評判是向對方表明你重視他及的一個重要因素。第九，良心讓心，不要僅僅計較你會得到什麼，而要認真對待。無私的態度會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，這對建立信任有很大作用。認真負責會把你的無私傳遞給對方，從而溫暖彼此嘅關係。例如，對朋友兢兢業業會打大家信你與朋友的關係。兢兢業業是一個重要嘅因素，它能讓對方知道你真的關心他。是無心無心，與其兩手空空，不如偶爾送點禮物。即使係一件小禮物，對對方嚟說也意義重大。
只會讓你們的關係更加牢固。送禮能讓對方知道你的關心，從而讓關係更溫暖。例如給家人送手禮物，對家長家庭紐帶大有裨益。體貼是一個重要因素，它能讓對方知道你對他和他的重視。結論，如果你是間接是重心態，你的人際關係將變得更加豐富和有意義。人際關係會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，而要做到這一點，我們需要有一種真誠的心態。有了這種心態，我們就能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，生活得更加幸福。良好的人際關係會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，而這需要一種真實的心態。有了這種心態，我們就能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，生活得更加幸福。人際關係會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，而這需要一種真誠的心態。有了這種心態，我們就能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，生活得更加幸福。謝謝。